后来每年的元旦开放美国内地进口了后，讲政府后一步考虑要来开放到日本核载食品来进口。不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买啦未开放。这个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廷讲，核载食品未当来开放，但是科学的检测无辐射污染的食品。当然要来开放。若是禁止日本东北的食品进口到台湾，安尼可能对台湾要加入到 CPTPP，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，会真不利。未来不管怎么样的情形，绝对不会有任何辐射的食品会进到台湾。但吉仲咧挂保证，伊讲含有辐射食品绝对袂入来台湾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咧讲，伊无甲驻日代表谢中廷拄着面，没有讨论，也没有碰面。谢中廷初五登来台湾参加台日交流大会，伊咧讲伊的工作包括了解日本东北食品是毋是要解禁，这引起讨论。即马伊已经登去日本东京，透过网络在向外界说明立场。人民的健康第一，所以核食不会开放，没有辐射的不是核食，应该开放。其实我们这一边常常叫我们要买东西啊，买辅导东西回来鉴定，那我们也是，几乎每个月、每个星期都有在抽查，但是这个抽查的结果是如何？哦，这个就是科学标准。没有采取国际标准，去这个禁止这个食品的话，那个当然是会有影响，不过日本他们在公开上是没有讲说这个是门票。谢中廷表示，11月24反辐射公投这2年的效期已经完啦。日本各界拢会不断关心来电问，伊就来了解政府的方向。这真是真单纯的动机。到时日本食品是有要进口无，就要看府院的高层是要安怎决定。